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食物件都爱看看时，搁爱注心。有时阵食一个伤过急，或者是哪食哪做别项代志，一个无细腻就会掉家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家扫的家，读过啊家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写这个汉字读做客。意思就是扫的声，或者是吐的声，也是讲一直咳声。毛字典写这字读做酷扫的酷。现代教育部字典就用这字读做家，或者是卡。家扫又是脑梗去揢到物件时会扫，若拍骹唱，就是去令到按鼻孔来出气。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家扫，意思就是喉管或者是气管的黏膜，因为痰也是气体刺激引起反射作用，把气体出来排出来。第二个词读做掉家杂，意思就是啉水或者是食物件的时阵，一个无细腻走入去到气管引起的家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的教囡仔唔通哪食物件哪讲话，若无一个无细腻，就会掉家杂。有时阵佫会家扫扫袂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家卡，古早另外一个音读做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